原主，第二一代啊，就是要教给年轻的一代啊，就是哪里就是看看我们这个，我跟他是合作过的。哇，3个你看，這個元祖守門員，元祖守門員，同埋新一代守門員，我是師叔嘛，犀利，好有型啊！少林功夫勁啊！满场说的对，谢谢满场对，热血的力量。对，我们要谢谢心怡，对不对？謝謝心怡。对，浩子老師李浩，幸不幸福？站在星爺旁邊，來給你。好似發緊夢咁怎麼樣？看完電影？其實星哥哥咧，佢唔止係一個優秀嘅導演同埋演員，佢係一個好優秀嘅教育家。因為我曾經係好迷。